Hello， 大家好，我係頂峰翡翠何生啊。香港頂峰翡翠台主要係分享珠寶玉石相關嘅知識，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留言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啊。真正嘅非洲翠其實係一個新玉種嚟嘅，國標上都係有根有據，但係依家有好多騙徒趁大部分人未搞清楚情況之下，用假嘅 BC 貨去冒充非洲翠。以前呢啲呃人嘅情況都會喺啲私人嘅直播間或者小程序嘅直播間入面發生，好多嘅玉友都識去大嘅平台或者揾相熟嘅商家去購買。但係依家呢種情況已經喺各大正經嘅平台入面開直播，入到直播間你會見到有好多紋身又俾人呃啦。如果你敢喺直播間入面出聲踢爆，你就即刻會被拉黑。呢啲嘅圖片都係何生喺某嘅大平台上面見到賣假貨嘅直播間，呢種可以話係一眼假，但係好多時都會有人去上當，因為主播講到似層層咁，同埋成個直播間都係托，氣氛落到嚟多多少少幾百蚊，呃得幾多得幾多，再加埋佢哋嘅套路同埋手法，一套組合拳打落嚟，又係一句多謝晒老細。其實由頭到尾都係嗰句，要加強自己對你買嗰樣嘢嘅知識，你先好去買。今次都係掛羊頭賣狗肉，換湯唔換藥。其實非洲翠都有好多嘅知識點，起碼要對非洲翠嘅重心知識要知道先，咁樣呃都唔呃得你幾多。一直以嚟，我哋頂峰都有做開唔同嘅珠寶玉石相關嘅知識，不過何生都明白到依家係一個快餐嘅時代，認真肯去花時間了解心頭好嘅人越嚟越少，因為香港嘅步伐實在太快啦，太多嘅諗法都係想一步到位、一步登天，唔使咁多麻煩嘢。更多嘅係玉友都會認可用機器或者去設備去認證呢件嘢究竟係真定係假，但係依家越嚟越多案例都係依賴電子設備去做行騙。騙子又會做一啲針對設備嘅新產品去瞞天過海。話到底，知識始終係自己腦入面嘅先至係最穩陣，所以我哋頂峰先會一直叫大家加強自己對於珠寶翡翠嘅知識，同埋我哋見到自己唔擅長嘅珠寶，千祈唔好急住出手去買，多問多幾個人，睇多幾次，然後再作決定，咁先係最正確嘅玩法。今集嘅分享就到呢度啦，接落嚟何生會繼續分享關於珠寶玉石嘅基本知識，記得關注同埋俾個 like 我哋頂峰翡翠啦，拜拜。